Hello，對於波羅的海三國 （A.K.A. 愛沙尼亞、拉脫維亞同埋立陶宛呢，都係位於歐洲嘅東北部，連接咗中歐同埋俄羅斯嘅。其實我對佢哋呢已經冇乜印象噶啦，所以我決定有咁簡單得咁簡單咁樣去回憶一下我當年喺 Covid 之前嘅6月去嘅波羅的海三國。第一站嚟到愛沙尼亞嘅首都塔林，當地係講愛沙尼亞語，而貨幣呢就係用歐元。國家人口少過香港，大約呢只有137萬左右，但係面積咧係香港嘅40倍咁多啊，所以嗰度俾我嘅印象咧就係條街好少人啦，而且啲建築物嘅顏色粉粉亂亂咁，好簡單，好似入咗童話故事一樣。要了解一個地方咧，就要講下佢嘅歷史啦。愛沙尼亞曾經被蘇聯統治咗47年之後獨立，所以佢哋依家同俄羅斯嘅關係都係十分緊張。要講佢犀利嘅地方呢，仲有科技，相信大家都有聽過 Skype。佢嘅創辦人有丹麥人啦、瑞典人啦，同埋4個愛沙尼亞人。今趟旅程呢，我就諗住去2個觀景台啦。咁我依家呢，就去緊其中一個。依家呢，係8點半啦，日落係10點幾。我上到嚟啦，係真係好靚㗎呢個位。跟住呢，嗰度仲有大海，完全一條水平線咁樣。我依家返嚟，琴日睇黃昏嘅嗰一個觀景台。今日嘅天氣唔係幾好啊。早晨，依家已經11點半啦。咁我依家咧就去緊塔林呢一度咧最古老嘅 cafe 去食個早餐，之後先開始我嘅行程。唔通係呢度？等陣先。哇，佢有好多層喎。多位喎，啲嘢都幾平咁樣咯，好似嗌咗個開心果嘅 cheesecake 同埋 cappuccino， 好正啊！坐喺呢個窗邊，依家係12點半，咁樣望過去咧係冇人噶咯。好彩又係熟悉嘅畫面。我而家去緊第2個觀景台，會經過嘅呢一度咧係叫長腿街，咁一陣咧就會有短腿街。塔林嘅 Old Town 咧分咗上城區同埋下城區，靠長腿街同埋短腿街嚟連接。長腿街咧就較闊同長，可以咧俾車輛通行，但係短腿街咧就相對陡峭，只可以俾人去步行。歷史咧都更悠久。中間隔住嘅塔門，相傳咧係控制咗上下城嘅人流。到咗夜晚黑咧就要鎖上，反映住兩城嘅關係咧其實並唔融洽。第一次見一個旅遊景點條街係咁空㗎。呢個呢就係短腿街啦，跟住我身後呢一個呢就係一個東正教嘅教堂嚟嘅，咁我都係上網睇翻嚟，聽講呢度嘅人呢唔係好中意啦，因為佢象徵住俄羅斯嘅統治。教堂隔離呢一個呢係呢度嘅市政廳啊，喺呢度嘅對面呢有個 post office， 所以我依家去寄咗 postcard 先。行緊去嘅途中又見到一個教堂啦，呢個係塔林聖母主教座堂。到咗個觀景台啦，但係比我想象中多人啊。咁呢嗰個位呢就係好出名 The Times We Had 嘅嗰個字。面度呢有好多人影緊佢啊，因為呢隻肥鴨呢係好出名嘅。點解會咁肥啫？因為有人為佢受過專業嘅訓練咁食嘢。穿過呢個城牆就可以去到丹麥國王廣場。係上網睇嗰張相嘅嗰個無面人，嗰度都有一個，勁恐怖啊！佢哋可唔可以俾大家用熒幕感受下？我係覺得呢度有幾正，同埋好安全嘅感覺。呢度真係好好啊，係一個 solo trip 嘅好地方啊！雖然因為就係落雨天氣陰陰天咁樣，都不失係一個美麗嘅地方。好多歐洲國家咧都有呢啲自由廣場嘅，象徵住嗰度嘅獨立同埋自由。好似大澳係港版威尼斯一樣，我覺得塔林嘅 Freedom Square 有布拉格 Budapest 嘅感覺。前面嗰個咧係喺塔林入邊舊城區6座城門咧最出名嘅一個城門嚟嘅。然後咧有好多 postcard 咧都會見到佢穿過呢一對城門先。
感覺嗰邊係繁華嘅地方，由另一邊影翻入去係靚啲嘅。呢度到處咧都有啲咧，好似巫婆樣咁，唔知係咪扮童話故事入邊嗰啲巫婆，勁 creepy 啊！呢一架咧係塔林嘅觀光小火車，慢到一個點啊，真係攞嚟觀光嘅。抬頭望呢個尖頂咧，喺好多地方都見到嘅。呢個尖頂咧係聖 Olaf Church 啊，佢有得登頂，但係我未必登。佢係有維修緊㗎，但係佢好高啊！入個教堂唔使錢㗎，但係登頂就要錢。大家睇下呢單嘢好難過，入嚟就排長龍啦，跟住大家一齊攞咗個餐牌度睇。我嗌咗熱炒啦，跟住而家個 pancake 要等45分鐘。呢度出名嘅平價 pancake 店係 chicken。估下我依家出動做咩？唔係去開始我嘅旅程，係去超市嗰度。過咗添。去超市嗰度買嘢飲啊，跟住翻間 hostel 嗰度。依家先係3點，我就已經係可以翻去，好方便。有間 hostel 就喺呢度啫。因為我聽日咧要搭一程 tram 啦，所以介紹下上車買咧係2歐一張飛啦，但係用呢個 app 買咧就可以1歐就買到啦。早晨，依家條街係空無一人，好重啊個篋，而家7點幾度啦，去巴士站。